這是一場發生在無數港人北上深圳消費時最容易踏入的美味陷阱。在熙來攘往的深圳東門、車公廟或者各個充滿煙火氣的夜市街頭，你一定見過那種招牌大得驚人、霓虹燈閃爍不停的平價燒肉店。招牌上用巨大的紅底黃字寫着30元一份無骨豬排，或者是25元一大碟的秘製豬大骨。看那肉質油光亮澤，聞起來香氣撲鼻，吃進嘴裏更是軟糯彈牙，似乎找不到一根骨頭，滿滿都是肉感。很多人在結賬的時候甚至會覺得深圳的物價簡直是消費者的天堂，30塊錢就能吃到這種份量的純肉，回香港吃一頓普通燒味飯都要50多塊。但你是否有想過，在豬肉價格、鋪租、人工都在上漲的今天，這份只要30元的無骨豬究竟是哪裏來的？為什麼它能做到完全無骨？為什麼它能比菜市場買回來的生豬肉還要便宜？當你覺得自己在撿便宜的時候，很有可能你已經成了別人口中不折不扣的水魚，而你吃下去的那些所謂啖啖肉，極大可能就是被業界戲稱為下欄嘢的廢棄邊角料。這一切的故事，要從那些隱藏在批發市場深處的冷鏈倉庫開始講起。如果我們去走訪一下那些專門供應低端餐飲渠道的肉類批發商，你就會發現市場上的豬肉是分3、6、9等的。一般的家庭消費者在街市買的是鮮豬肉，講究的是新鮮度；連鎖火鍋店買的是標準化切割的冷凍進口肉，講究的是規格。而這些30元一份的燒肉店，他們釘上的則是另一種東西，那就是業界公開的秘密，修剪下來的碎肉，或者是那些被稱為次級品的進口凍肉。在正常的分割過程中，一頭豬被拆解後，最值錢的是梅頭、排骨、五花和里脊，但這些位置的價格絕對不便宜。然而，在修整這些精品部位的時候，會產生大量的脂肪塊、筋膜、淋巴組織以及貼着骨頭剔出來的碎肉。這些東西在專業術語裏叫做修剪肉，它們的價格極其低廉，有的時候甚至只是正規部位肉的1/3甚至更低。有些不良商家為了極致地壓低成本，會選擇購買那種冰凍了極長時間的僵屍肉。這些肉通常是國外過剩產能的庫存，或者是因為各種原因在冷庫裏積壓了超過1年的貨色。因為儲存時間太長，肉質早已乾枯發柴，毫無鮮味可言，甚至帶有一股令人不適的冰霜味。但這對於燒肉店來說完全不是問題，因為他們有的是辦法讓這些垃圾變廢為寶。這就是為什麼你吃到的無骨豬總是那麼軟滑，甚至有一種不真實的 Q 彈感。因為這些肉在進入你的嘴巴之前，已經經歷了一場化學與機械的魔術。首先是化學浸泡，那些乾巴巴的碎肉會被投入裝滿磷酸鹽溶液的容器裏。磷酸鹽的主要作用是補水，它能讓原本乾澀的纖維重新吸飽水分，重量甚至能增加20%以上。這就是為什麼有的肉烤完之後縮水不明顯，反而看起來水靈靈的原因。接下來就是嫩化劑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鬆肉粉，裏面含有蛋白，能把豬肉裏韌性的纖維徹底切斷。經過這番操作，哪怕是老得像木頭一樣的母豬肉，或者是滿布筋膜的下欄嘢，都能變得入口即化，口感比最頂級的里脊還要嫩滑。最關鍵的一步，也是為什麼它被稱為無骨豬的核心原因，在於機械合成。你看到的那些規整的沒有骨頭的肉塊，很多時候並不是整塊切下來的，而是用一種叫做谷氨胺轉胺的東西粘合起來的。這種東西在業界被形象地稱為肉膠，它能把散落的碎肉、脂肪和廉價的組織纖維像拼圖一樣牢牢地粘在一起。經過高壓模具定型、冷凍，最後切片，出現在你面前的就是整整齊齊、賣相極佳的無骨豬排。這種合成肉最大的特點就是每一塊的形狀都差不多，而且紋理混亂，沒有自然生長肉類的那種分明層次。當你把這塊肉夾起來觀察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它沒有明顯的肌肉組織，更像是一塊充滿彈性的肉味果凍。為什麼這種下欄嘢在深圳的平價市場如此盛行？
因為對於商家來說，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。我們可以來算一筆賬：30元一份的燒肉，扣除店鋪租金、水電瓦斯、服務員人工，再算上老闆要賺的利潤，留給食材的成本空間頂多只有10塊錢左右。在超市裏，一斤普通瘦肉都要15到18元，老闆怎麼可能做賠本生意？唯有使用每斤成本只要4、5元的合成碎肉，才能在這種價格戰中生存下來。而那些被剔除出來的淋巴、腺體，如果處理得不乾淨，裡面可能含有大量的激素和細菌。但在重口味的醃製和高溫火烤之下，所有的異味都被濃郁的孜然、五香粉和重油重鹽所遮蓋。你以為你是在享受大口吃肉的快感，其實你只是在吞咽一堆被化學品包裝過的肉類廢棄物。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這種產業鏈已經高度成熟和標準化。如果你深入調查，會發現這些平價燒肉店甚至不需要廚師，他們只需要從批發商那裡訂購已經醃製好、切好片的成品肉包。這些肉包被整齊地碼放在冰櫃裡，保質期長得驚人。當客人點單時，店員只需把這些半透明的肉片往電烤架上一鋪，短短幾分鐘，化學香料在熱力的催化下散發出一種極具誘惑力的焦香味，掩蓋了一切腐朽和廉價的真相。這種香味並非來自豬肉脂肪天然受熱產生的脂類香氣，而是來自一種叫做一滴香或者肉類香精的添加劑。這種添加劑的力量是強大的，它能讓你在方圓50米外就聞到那股所謂的燒牛肉或燒豬肉味，勾引着你的胃袋，讓你忘記思考這背後的邏輯。很多港人北上消費，圖的就是一個爽字。看到滿滿一桌的肉，再對比香港茶餐廳裏少得可憐的幾片瘦肉，心理上會產生巨大的補償感。這種心理被深圳的平價餐飲業者拿捏得死死的。他們知道，只要份量夠大、味道夠重、價格夠低，絕大多數消費者是不會去深究肉質來源的。他們甚至會給這些肉起一些好聽的名字，比如深山土豬、無骨利脊王。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那些肉的橫截面，你會發現它們缺乏正常的肉類纖維結構。正常的豬肉煮熟或烤熟後，用筷子是可以順着紋理撕開的。而這種30塊錢的無骨豬，你夾斷它的感覺更像是夾斷一塊稍微硬一點的午餐肉，斷面平滑，沒有絲毫的纖維感。這背後還涉及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成本問題：人工。去骨是一個非常耗費人工的過程。如果你去過傳統的肉檔，你會看到師傅剔出一塊完美的去骨豬排需要多麼精細的手法。如果真的用純人工去處理每斤10幾20元的鮮肉，那這份燒肉的賣價起碼要翻3倍以上。所以無骨這兩個字，在平價市場裏往往並不代表高級的服務，而是代表了機械化的合成流程。因為只有通過機器粉碎、尖合、模具壓製，才能批量生產出這種完全沒有骨頭、尺寸統一的廉價肉塊。在深圳的一些城中村夜市，這種現象更為嚴重。你會發現在某些攤位，10塊錢就能買到3寸巨大的烤肉。這些肉串在烤爐上滋滋冒油，油滴在炭火上引發的火焰讓人垂涎欲滴。但如果你把這些肉串拿去化驗，你會驚訝地發現，裡面可能連豬肉的成分都很少，更多的是雞肉碎、鴨肉碎，甚至是植物蛋白纖維，再通過添加豬膏粉和大量的化學香料，模擬出豬肉的味道。這在業界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做混合肉。這種肉的出現，徹底打破了肉類消費的底線。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那是下欄嘢？在粵語裡，下欄嘢指的是那些不入流、應該被丟棄的部分。在豬肉加工過程中，豬皮下的那一層厚厚的、帶有淋巴結的脂肪組織，本來是用來提煉工業用油或者是做飼料的。但在利潤的驅使下，有些黑心作坊會將這些組織進行精細粉碎，混入少量的瘦肉泥中，再加入澱粉和乳化劑，最後做出來的產品，外觀上看跟普通的肉餅沒什麼區別，甚至因為脂肪含量高，吃起來特別香。
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平價餐廳的肉餅飯、肉丸吃起來有一種莫名的肥膩感，而且嚼不到任何肉質的韌性。當你坐在深圳那家裝修得古色古香，或者是現代工業風的平價燒肉店裏，看着那盤只要30元的無骨豬時，請務必保持一份冷靜。你可以觀察一下店裏的排煙系統。真正的優質豬肉，脂肪燃燒產生的煙是白色的，帶有淡淡的奶香味和肉香。而那些使用了大量添加劑和劣質油脂的下欄野，燃燒時產生的煙往往比較濃黑，且帶有一種刺鼻的化學甜味或者是焦糊味。這是因為添加劑中的糖分和合成化學品在高溫下發生了複雜的反應。我們並不是說所有的深圳平價美食都有問題，深圳確實有很多物美價廉的良心店家，但物美和極度廉價之間，往往存在一個無法逾越的鴻溝。30塊錢，在任何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和正常的供應鏈體系下，都很難支撐起一份足額、優質、純肉的燒肉拼盤。如果你發現某家店的價格低得離譜，且肉質表現出不自然的嫩滑和規整，那麼你大概率就是在為這份廉價買單，而支付代價的可能是你的健康。這些下欄野進入人體後，長期累積下來的負擔是不容小覷的。高含量的磷酸鹽會影響人體對鈣的吸收，長期食用可能導致骨質疏鬆。而那些為了掩蓋肉質腐敗而添加的過量亞硝酸鹽，更是公認的致癌物質。更不用說那些隱藏在劣質脂肪裏的重金屬和生物激素。當你在感嘆30塊錢真划算的時候，這些隱形的威脅正在你的體內悄悄潛伏。在資訊爆炸的今天，我們作為消費者，更應該具備一種基本的邏輯判斷力。這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，更沒有虧本賣給你的燒肉王。那些包裝精美的、標榜着無骨、鮮嫩、多汁的平價肉類，其背後往往是一條充滿化學科技與狠活的工業生產線。下次你在北上深圳尋找美食時，如果看到那些價格便宜得讓人心跳加速的無骨豬，請先問問自己，為什麼豬身上最麻煩、最貴的去骨工序，到了這裏反而變得最便宜了？為什麼這些肉的口感完美得不像是從動物身上長出來的？真正的美味應該是來自食材本身的香氣和時間的沉澱，而不是化學試劑的堆砌。那些真正堅持用新鮮食材、傳統工藝製作燒肉的店家，他們的成本決定了他們不可能賣到30元一份。如果你尊重自己的身體，就應該學會辨別這些所謂的性價比陷阱。別讓自己成為那些黑心商人口中的水魚，更別讓那些下欄野填滿你的胃。在追求極致物欲和快感的同時，守住健康這條底線，才是最高級的消費智慧。事實上，如果你去過那些大型的凍肉批發市場，比如位於布吉或者是龍崗的一些專業集散地，你會看到更為震驚的一幕。在那裏，冷凍豬肉被分成了幾十個等級，最便宜的那種，甚至是用編織袋裝着，上面連基本的生產日期和產地都模糊不清。這些肉在零下18度的環境裏被凍得硬如鋼鐵，顏色發灰發暗。當這些肉被成噸地運往那些平價餐廳的後廚，他們就會經歷一場重生。先是大桶大桶的自來水解凍，然後是強力的去腥劑，通常是大量的廉價白酒、薑粉和蔥精。接着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決定命運的醃製環節。有一種在業內被稱為嫩肉粉的神奇粉末，只要撒上一小把，就能讓最老的肉變得跟嬰兒皮膚一樣嫩。這種粉末裏除了蛋白，往往還含有不少非法添加物。在一些被查處的小作坊裏，甚至發現過使用甲醛來保鮮和增加韌性的案例。雖然在大城市深圳監管已經非常嚴格，但面對成千上萬的餐飲小店，監管很難做到滴水不漏。尤其是那些主打外賣或者是流動攤位的燒肉店，他們流動性強，成本極低，一旦被發現有問題，換個招牌又能重新開張。所以，我們經常看到社交媒體上有很多人分享深圳必食平價燒肉攻略，下面一堆評論在喊着 YYDS 性價比之王。
但在這些熱鬧的背後，很少有人去關注那些肉的來源。我們生活在一個消費降級的時代，追求省錢無可厚非，但如果省錢省到了要拿身體去冒險的地步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燒肉，與其花30塊錢去吃一盤來歷不明的無骨豬，不如花多一點點錢去一家看得見肉質紋理、聞得到自然肉香的正規連鎖店。我們可以教大家幾個簡單的方法來分辨下欄合成肉。首先是看外觀，自然的豬肉是由肌肉、脂肪和筋膜交織而成的，紋理是有走向的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肉的纖維。而合成肉往往看起來像是一塊均勻的紅色組織，裡面夾雜着一些白色的碎斑點，那是人工油進去的肥膘碎。第二是看口感，自然的肉是有嚼勁的，你需要通過牙齒的咬合來切斷纖維，這個過程會釋放出肉汁。而合成肉一咬就斷，口感非常一致，像是在咬一塊比較硬的果凍，而且那種肉汁往往感覺黏糊糊的，那是補水劑的作用。第三是看味道，好豬肉烤出來是清香的，而劣質肉必須依賴極重的調味料。如果你發現一家店的燒肉只有鹹味、辣味和一股濃濃的香精味，完全吃不出豬肉本身的鮮甜，那就要小心了。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，就是肉的形狀。如果你點的一盤無骨豬排，每一塊的大小、厚度，甚至圓潤的角度都一模一樣，那100%是機器壓製出來的。因為豬不是按照工廠模具長的，每一塊肉切下來都應該有它獨特的形狀。這種整齊劃一的美感，恰恰是工業垃圾肉的證明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反駁：我吃了這麼多次，也沒見出什麼事啊。這就是慢性毒素的可怕之處，它不會讓你吃完馬上肚子痛，但它會一點點侵蝕你的代謝系統。那些過量的添加劑需要通過肝臟和腎臟來排泄，長此以往，你的內臟負荷會變得非常重。這也是為什麼現代人年紀輕輕就出現各種代謝疾病的原因之一。在深圳這個快節奏的城市，大家都在為了生活奔波，一份便宜又大碗的午餐確實很有誘惑力。但那些隱藏在30元無骨豬背後的利益鏈條，正是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心理。他們把原本應該處理掉的垃圾，通過科技手段包裝成美食，再賣給那些追求性價比的人。這不僅僅是商業道德的問題，更是一場關於食品安全的無聲戰爭。其實，廣東人傳統的飲食文化是非常講究原汁原味的。我們追求的是雞有雞味、魚有魚味、豬有豬味。但現在的平價餐飲市場正在一步步摧毀這種審美。當我們的舌頭習慣了重油、重鹽、重香精的味道，我們就會喪失分辨食材好壞的能力。這正是那些供應下欄嘢的商人最希望看到的。只要大家都分辨不出來，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繼續用垃圾來充當美食。讓我們回到標題那個問題：買平價燒肉變水魚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當你選擇了那種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肉類時，你其實已經放棄了對食物質量的知情權。你支付的那30塊錢，並沒有買到真正的營養，只是買到了一次短暫的味覺刺激和虛假的飽腹感。而背後的贏家是那些深諳化學之道、能將廢料變現的供應商和老闆。如果你在深圳的街頭再次看到那種熱氣騰騰、價格誘人的燒肉攤位，請稍微停下腳步，仔細觀察一下，看看那肉的質地，想想那價格的邏輯。有時候最昂貴的東西，往往就是那些聽起來最便宜的東西，因為你省下的每一分錢，最後可能都要花在健康上。在香港，我們也有類似的問題，但香港的食品監管相對嚴格，且進口渠道較為單一，所以這種極端廉價的合成肉生存空間相對較少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港人去到深圳，會被那種價差所震撼。但震撼之餘，別忘了保持那份應有的警惕。深圳的發展非常快，它的餐飲業也在快速更迭，但不管時代怎麼變，成本守恒定律永遠不會變。
好的食物是值得我們付出合理價格的。一份選料考究、手工去骨、火候到位的燒肉，它所蘊含的人工成本和食材價值，絕對不是30元可以概括的。當我們學會尊重食物、尊重生產者，我們才能真正享受到美食帶來的快樂。總結一下今天分享的內容：那種30元一份的深圳無骨豬，真相往往是三位一體的。第一，它是低價的下欄碎肉或僵屍肉；第二，它是通過肉膠和機械模具合成的；第三，它是靠化學添加劑和香料來起死回生的。如果你一直食緊這些東西，你確實是在吃人家的下欄嘢，而且還吃得津津有味。這不是在危言聳聽，而是餐飲江湖裏一個冷酷的現實。所以下次北上消費，別光顧着看價格，多走幾步路，找一家口碑好、客流量大、價格在合理範圍內的店家。你可以要求看看他們的生肉展示櫃，如果是真正的鮮肉，那種自然的肉色和油脂分佈是騙不了人的。記住，你的胃不是垃圾桶，它值得被更溫柔、更健康地對待。在這場關於味覺與真相的博弈中，我們每個人都是參與者。你可以選擇繼續做那個為了便宜而埋頭苦幹的水魚，也可以選擇做一個聰明的、對食物有要求的食客。這不僅僅是為了不被騙，更是為了我們自己和家人的長遠健康。當我們揭開了這層華麗的平價外衣，看到的內容雖然殘酷，但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。深圳的繁華與煙火氣背後，同樣存在着各種灰色地帶。作為一個熱愛生活、熱愛美食的人，我們應該有勇氣去戳破這些泡沫，去尋找那些真正散發着人性光輝和食物本味的角落。這篇稿子的目的，不是為了讓你再也不去深圳吃東西，而是希望你在面對誘惑時，能多一份理性和判斷。畢竟，真正的生活品質，從來不是建立在廉價的替代品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真相的追求之上。希望每一個看完這段內容的朋友，都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時，守護好自己的健康。在以後的日子裏，當你再次路過那些閃爍着30元招牌的店鋪時，或許你會微微一笑，然後堅定地走向下一家，因為你已經知道，那些所謂的無骨豬，不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化學魔術，而你再也不會是那個被蒙在鼓裏的水魚。我們需要明白，每一次消費，其實都是在為你想要的那個世界投票。如果你持續支持這些使用劣質食材的平價店，那麼良心店家就會越來越少，最後整個市場都會充斥着下欄嘢。反之，如果你願意為了品質付出日價，那麼好食材、好手藝自然會有生存的空間。這就是市場的力量，也是我們作為消費者的責任。在這個充滿套路的時代，保持清醒是一種能力。希望這篇深入揭秘能幫你省下以後的醫藥費，也幫你找回那份對食物最純粹的敬畏。讓我們在美食的道路上走得更長、更遠，也走得更健康。其實，在餐飲行業內部，對於這些下欄嘢的處理，還有更多令人髮指的細節。比如說，有些商家為了增加肉的重量，會利用真空滾油機，把肉和大量的水、磷酸鹽、澱粉、大豆蛋白混在一起，在真空狀態下進行反覆的摔打和揉搓，這樣肉的細胞就會破碎，把那些原本不屬於它的水分和填充物死死地鎖在裡面。經過這樣處理的肉，一斤進去，2斤出來。你買到的那份30元的燒肉，可能裡面有一半都是這種廉價的填充液。更糟糕的是，為了讓這些填充了大量水分的肉在烤製過程中不至於散開，他們還會加入大量的穩定劑和乳化劑。這些化學物質在高溫作用下，會產生一些不穩定的化合物，對人體的消化系統產生刺激。很多人吃完平價燒肉後會覺得口渴、反酸，甚至是輕微的腹瀉，這其實就是身體在發出抗議。這不是因為你吃得太飽，而是你的身體正在努力處理那些他不認識的化學物質。所以，當我們說到下欄嘢時，它不僅僅是指肉的部位不好，
更是一套從原料到加工再到調味的低劣生產邏輯。這種邏輯的唯一目標就是成本最低化、利潤最大化，而消費者的健康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。作為一名長期關注社會資訊和食品安全的觀察者，我感到有責任把這些隱藏在霓虹燈下的真相告訴大家。我們不反對便宜，我們反對的是欺騙。如果商家明確標注這是合成肉或者是植物蛋白混合肉，並給出相應的低廉價格，那是市場選擇。但如果用各種天花亂墜的頭銜來偽裝下欄嘢，將消費者當成水魚，這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。在這個資訊不對稱的世界裏，多知道一點真相，就少掉進一個坑。希望這篇長文能像一把手術刀，幫你切開那些平價燒肉的偽裝，讓你看到最真實的底層邏輯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不管是深圳、香港，還是任何一個城市，願你都能吃得明白，活得通透。我們不需要每天都吃山珍海味，但我們需要知道，我們吃進去的每一口東西究竟是什麼。這份對生活的掌控感，才是我們最珍貴的財富。別再讓那些30元的無骨豬，成為你健康之路上的絆腳石。最後，請記住那個簡單的道理：如果你在市場上看見一頭豬，它長得不像豬，叫聲不像豬，且價格比豬肉便宜得多，那它一定不是豬。這就是我們在面對平價燒肉陷阱時，最應該記住的一句話。願大家都能在煙火人間中，找到那份真誠而健康的美味。